2014年，中國順德作為粵菜嘅發源地，正式入選世界美食之都。一個只有200幾萬人口嘅彈丸之地，究竟點解可以孕育出中國最頂級嘅餐飲文化？人口同地域面積連廣州嘅領豆都唔夠，憑咩順德做一個小小嘅行政區，攞得咗世界美食之都嘅稱號？食在廣州，處出鳳聲，呢句話又係點嚟嘅呢？今日我就結合史書實錄，同大家揭開順德餐飲千年文化血脈嘅傳奇故事。順德嘅飲食文化一定要從佢得天獨厚嘅地理位置開始講起。公元221年，秦始皇南征百越，集全國嘅力量，發兵50萬，打到珠江口嘅時候，寫低咗食水產與魚蝦為常嘅記載。順德嘅貝丘位置出土嘅青銅炊具以及炭化嘅稻谷，足以印證先秦時期嘅百越祖先販稻耕耘嘅生存智慧，由此開啟咗嶺南地區魚米之鄉嘅歷史篇章。根據唐代元和郡縣嘅土字記載，作為珠三角嘅核心區域，依託桑基魚塘嘅生態系統，培育出鰤魚、甲魚、鱸魚等等嘅水產珍品。南宋嘅嶺內對答記錄，南人以魚為族，同順德古法業魚嘅技藝一脈相承。呢種古法業魚最長甚至可以保存10幾年，可見順德人食魚已經達咗一個新嘅高度。時間係嚟到近代，根據清皮雷鈔嘅記載，粵人飲食之車以廣州為序，以順德次之。點解會有呢個講法呢？原因係廣州作為一個全國唯一嘅千年歷史嘅商貿港口，自古以嚟就匯咗四方嘅商客，帶動咗飲食文化嘅交融。外來移民以及西方食材嘅融入，更加印證咗粵菜嘅兼容並蓄嘅精髓，因此出現咗食在廣州嘅說法。而當時順德之所以又精於廚藝聞名，吸引咗廣州富商家庭爭相聘請佢哋做家廚。佢哋精湛嘅住家菜嘅技藝慢慢滲透咗市面上嘅酒樓，印證咗順德嘅廚藝廣州發展、推廣全國嘅局面。呢啲就係處出鳳聲嘅由來啦。從民國時期開始，一代又一代嘅鳳聲廚師，憑借高超嘅廚藝，成為咗國內多家頂尖酒店嘅行政總廚，名震江湖。例如新中國成立之後嘅第一個國家賓館上海錦江飯店，第一代嘅行政總廚蕭亮初就我哋嘅順德人。同時，佢亦都係新中國第一位廚師嘅代表，參加內比錫國際博覽會。除咗蕭亮初之外，仲有北京飯店嘅名廚康輝、廣州粵菜總員、北苑酒家嘅大廚黎和、香港10大名廚之首金陵酒家嘅行政總廚梁敬等等。呢一重粵菜泰斗都係出自我哋順德。上兩日見到評論區有人話，順德嘅廚師大多數都係廣西人。而家嘅順德廚生都係廣西師傅做嘅，順德嘅年輕人已經唔想做廚師啦。好多飯店嘅廚師都係外地人，本地嘅廚師會越嚟越少。佢仲話順德嘅名菜以後都會越嚟越少啦。的確冇錯，而家啲後生仔好多都去做西餐、做咖啡，覺得順德菜太守舊啦，仲不如去做咖啡認真啲。正因為好多人都有呢啲傳統嘅思想，所以我哋龍橋一直以嚟堅持做啲創新嘅嘢，就係想等啲後生仔知道，原來做順德菜唔一定要聽足老豆嗰套嘅，係可以大膽嘗試嘅。我希望可以吸引翻啲後生仔翻嚟做順德菜。對於順德餐飲嚟講，佢就係一種薪火相傳。從先進嘅貝丘到現代嘅創新，順德嘅真正嘅文化基因，永遠都係傳承同創新之間破壁重生。